角度係點？再睇下先。劍係點啊？啱啱沿住中間，呢度出咗嚟，唔係咁樣走埋齊睇乜嘢？咁啊縮咗埋嚟，一個出，一個喺自己中間。而重心，而家重心收收出嚟，推，弓上去，你可以唔弓，你可以搖個手指，搖一搖，拱個劍出去，坐低係乜嘢？揚起，再坐低，提膝，撇腳，運劍，斬出去，收，推出嚟，抱球，撇右腳，扣左腳，呢個係中盤嚟㗎，中盤唔好望左望右。好啦，而家要望去左，斬過嚟攻咗佢，出去右邊出邊，收喺腰上盤，前，翻，落，抽起，落，上，腳踭唔使急嘅，扣腳落手。收過嚟左，鉸剪係平嘅，兩個掌心都向天，然後翻，嗱喺正中間，左一個，右一個，一揚起，然後收喺腰，翻，刺，再過嚟打開。用力，但係個人都喺正中間，個人都喺正中間，唔好側咗佢，個人都係側正中間，劍要斜斜地。